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个人吗？啊，对啊。你一个人吃这么多，会长胖的吧？我又没有吃你家的，要你管。我是为你的身材着想。这样，我帮你分担一个吧。哎，我让你吃，让你分担了吗？你帮我再去买一个。买，我身上可能没钱了，我赔给你好吗？我把汉堡赔给你。来，你的汉堡。哎，你拿远一点好吗？哎，你脸上气色好像不太好，是不是因为没有用这支超显气色的口红？你觉得我是一支口红就能撩到女孩吗？那100支呢？都是你。哎，那个你好，请问您这杯奶茶还需要吗？不要了。哎呦，那太好了。这奶茶加了冰，味道就是好。哎，你是不是肚子不舒服啊？没事，不用你管。你应该需要的是这个，那个出门直走右拐有厕所。我不是要上厕所那种肚子疼。哎，我懂了，你应该要的是这个。谢谢你了，大哥。钢铁直男都知道女孩子来例假要多喝热水，你。哎，你要喝那水，这样喝。等你下次肚子不疼了，我再陪你一杯新的。哎，你到哪儿了？啊，我就到了。你刚刚在偷拍我吗？哎，不是，我只是在记录你美好的瞬间。你看，多美！你拍的什么东西啊？没关系，我还可以再帮你 P 一下。哇，真假的？你知道这张照片值多少钱吗？不知道。这张照片在我心里是无价的。以后你的照片就让我来承包。你好，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你有看到那边那个女生吗？那是我女朋友，但是她好像在等一个男生过来约会。那我要怎么帮你？这样，这个手机相机功能啊，你等下放大，那个男生进来的时候，你就把我们那个照片拍下来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不自由？我有点不忍心，你能理解吧？就直接这样放大就好了。放大，对，放大。哎，这人穿